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品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我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此刻起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品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此刻只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谢谢你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只是浪漫而已。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品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我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感谢上帝让我遇见
承诺此刻起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品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此刻只要让你拥有的，只是浪漫而已。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震撼、银如，今天是你们生命中重要的日子。你们即将在上帝面前立定一生一世的盟约，要成为夫妻，建立属于自己的婚姻家庭。为此，身为牧师的我，除了为你们感到非常的欢喜之外，更期许你们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婚姻生活。以下有一点小小的勉励。震撼，从认识到交往，一直到今天，我知道你很努力的调整改善自己的缺点，你也为了这份关系移动帐篷到不同的县市来居住。请记得这一份初心，你曾经为了爱银如付出和调整，这一份初心方向是正确的。未来你要继续朝向同一个方向来迈进，成为一个有弹性可以调整的丈夫，倾听妻子的心声，顾念他的需要。银如，我记得我们多次在赖上往返交谈，我知道你早已经立定心志，你会爱震撼，接纳他的现况。我知道你有一颗坚强的决心，也看出你愿意依靠上帝的力量，无条件的来持守这份关系。这很好，概念是对的。你现在已经通过资格考咯，接下来在婚姻的生活当中，你要实际的上场，验证你自己的理论，将它化为实际的行动。未来你们两个结婚之后，都会面临大大小小不同的考验，但是千万要记得，这些考验绝对不是要考倒你们，也不是要打击你们，它的存在只是告诉你们，生命中还有哪些是不足的，需要成长的，你们可以为此调整和改变。许多的婚姻专家都曾说过，婚姻中有69%的问题是无解的，
婚姻不幸福的夫妻会指责对方，控诉对方。我们之所以不幸福，都是这些问题所造成的，而要试图改变这些不容易改变的问题。但婚姻幸福美满的夫妻，却会跟这些问题和平的相处，找出两个人可以相处之道。所以莫怪有人说，不幸福家庭的剧本形形色色，千奇百怪，而幸福美满的家庭剧本内容大同小异。不要试图改变那些不容易改变的，而是要调整自己，效法基督为关系舍己而付出的态度。最后，愿上帝将各样的资源，并夫妻相处的知识和力量，赏赐在你们的关系之中，也因着你们幸福美满的婚姻，可以感染两个家族，都能够蒙受上帝百般的恩典与福分。祝福你们哦！震撼、银如，恭贺你们结婚了。我跟银如有特别的缘分，是因着一张刊登以色列旅行的周报，从此跟银如结缘。10几年过去了，这10几年也陪伴着银如在交友、婚姻上学习。今天你们结婚，我想祝福你们幸福，但是希望幸福不是你们唯一或最高的追求。因为如果只追求幸福，如果对方生病了，有难处了，放弃对方可能是自己的幸福。我希望你们可以在婚姻当中互相成全，彼此扶持，在当中也许有困难，但是能够追求神的帮助，看到神的旨意，成全神对你们的带领。祝福你们要幸福。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品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我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此刻起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品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
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此刻只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谢谢你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此刻只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品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我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此刻只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品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谢谢，好，来，1、2、3。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此刻只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谢谢你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
震撼、银如，今天是你们生命中重要的日子，你们即将在上帝面前立定一生一世的盟约，要成为夫妻，建立属于自己的婚姻家庭。为此，身为牧师的我，除了为你们感到非常的欢喜之外，更期许你们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婚姻生活。以下有一点小小的勉励。震撼，从认识到交往，一直到今天，我知道你很努力的调整、改善自己的缺点。你也为了这份关系移动帐篷到不同的县市来居住。请记得这一份初心，你曾经为了爱银如付出和调整，这一份初心方向是正确的。未来你要继续朝向同一个方向来迈进，成为一个有弹性、可以调整的丈夫，倾听妻子的心声，顾念她的需要。银如，我记得我们多次在赖上往返交谈，我知道你早已经立定心志，你会爱震撼，接纳他的现况。我知道你有一颗坚强的决心，也看出你愿意依靠上帝的力量，无条件的来持守这份关系。这很好，概念是对的。你现在已经通过资格考咯，接下来在婚姻的生活当中，你要实际的上场，验证你自己的理论，将它化为实际的行动。未来你们两个结婚之后，都会面临大大小小不同的考验，但是千万要记得，这些考验绝对不是要考倒你们，也不是要打击你们。它的存在只是告诉你们，生命中还有哪些是不足的，需要成长的，你们可以为此调整和改变。许多的婚姻专家都曾说过，婚姻中有69%的问题是无解的。婚姻不幸福的夫妻会指责对方，控诉对方。我们之所以不幸福，都是这些问题所造成的，而要试图改变这些不容易改变的问题。但婚姻幸福美满的夫妻，却会跟这些问题和平的相处，找出两个人可以相处之道。所以莫怪有人说，不幸福家庭的剧本形形色色，千奇百怪，而幸福美满的家庭剧本内容大同小异。不要试图改变那些不容易改变的，而是要调整自己，效法基督为关系舍己和付出的态度。最后，愿上帝将各样的资源并夫妻相处的知识和力量赏赐在你们的关系之中，也因着你们幸福美满的婚姻，可以感染两个家族，都能够蒙受上帝百般的恩典与福分。祝福你们哦！震撼银如，恭贺你们结婚了。我跟银如有特别的缘分，是因着一张刊登以色列旅行的周报，从此跟银如结缘。10几年过去了，这10几年也陪伴着银如在交友、婚姻上学习。今天你们结婚，我想祝福你们幸福，但是希望幸福不是你们唯一或最高的追求。因为如果只追求幸福，如果对方生病了、有难处了，麦克风视野，1、2、3。自己的幸福。我希望你们可以在婚姻当中互相成全，彼此扶持，在当中也许有困难，但是能够追求神的帮助，看到神的旨意，成全神对你们的带领。祝福你们要幸福。低下头，
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品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我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此刻起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品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此刻只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是浪漫而已。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品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我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感谢上帝让我遇见
承诺此刻起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品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谢谢，好，来，1、2、3。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此刻只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震撼、云如，今天是你们生命中重要的日子，你们即将在上帝面前立定一生一世的盟约。1、2、1、2、3，麦克风试验，麦克风起源，1、2、3。1、2、1、2、3。之外，更期许你们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婚姻生活。以下有一点小小的努力，震撼。从认识到交往，一直到今天，我知道你很努力的调整、改善自己的缺点。你也为了这份关系移动帐篷到不同的县市来居住。请记得这一份初心，你曾经为了爱银如付出和调整。这一份初心方向是正确的，未来你要继续朝向同一个方向来迈进。成为一个有弹性、可以调整的丈夫，倾听妻子的心声，顾念她的需要。例如，我记得我们多次在赖上往返交谈。我知道你早已经立定心志，你为爱震撼，接纳他的现况。我知道你有一颗坚强的心，也看出你愿意依靠上帝的力量，无条件的来持守这份关系。这很好，概念是对的。你现在已经通过资格考了，接下来在婚姻的生活当中，你要实际的上场，验证你自己的理论，将它化为实际的行动。未来你们两个结婚之后，都会面临大大小小不同的考验，但是千万要记得，这些考验绝对不是要考倒你们，也不是要打击你们。它的存在只是告诉你们，生命中还有哪些是不足的，需要成长的，你们可以为此调整和改变。许多的婚姻专家都曾说过，婚姻中有69%的问题是无解的，
婚姻不幸福的夫妻会指责对方，控诉对方。我们之所以不幸福，都是这些问题所造成的，而要试图改变这些不容易改变的问题。但婚姻幸福美满的夫妻，却会跟这些问题和平的相处，找出两个人可以相处之道。所以莫怪有人说，不幸福家庭的剧本形形色色，千奇百怪，而幸福美满的家庭剧本内容大同小异。不要试图改变那些不容易改变的，而是要调整自己，效法基督为关系舍己和付出的态度。最后，愿上帝将各样的资源，并夫妻相处的知识和力量，赏赐在你们的关系之中，也因着你们幸福美满的婚姻，可以感染两个家族，都能够蒙受上帝百般的恩典与福分。祝福你们哦！震撼银卢，恭贺你们结婚了。我跟银卢有特别的缘分，是因着一张刊登以色列旅行的周报，从此跟银卢结缘。10几年过去了，这10几年也陪伴着银卢在交友、婚姻上学习。今天你们结婚，我想祝福你们幸福，但是希望幸福不是你们唯一或最高的追求。因为如果只追求幸福，如果对方生病了，有难处了，放弃对方可能是自己的幸福。我希望你们可以在婚姻当中互相成全，彼此扶持，在当中也许有困难，但是能够追求神的帮助，看到神的旨意，成全神对你们的带领。祝福你们要幸福。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品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我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此刻起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品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
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此刻只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此刻只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品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各位兄弟姊妹，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很高兴看到大家今天来参加银如还有震撼的婚礼。那他的婚礼呢，5分钟之后就要开始，麻烦大家检查一下你的手机啊，是不是开在震动的地方，或者是关机哦？咱南面的礼拜会使更加隆重哦。咱检查一下哈。承诺此刻只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品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谢谢，好，来，1、2、3。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
此看起遥远，你拥有你，不只是浪漫而已。写下你，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震撼、银如，今天是你们生命中重要的日子，你们即将在上帝面前立定一生一世的盟约，要成为夫妻，建立属于自己的婚姻家庭。为此，身为牧师的我，除了为你们感到非常的欢喜之外，更期许你们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婚姻生活。以下有一点小小的勉励。震撼，从认识到交往，一直到今天，我知道你很努力的调整、改善自己的缺点。你也为了这份关系移动帐篷到不同的县市来居住。请记得这一份初心，你曾经为了爱银如付出和调整，这一份初心方向是正确的。未来你要继续朝向同一个方向来迈进，成为一个有弹性、可以调整的丈夫，倾听妻子的心声，顾念她的需要。银如，我记得我们多次在赖上往返交谈，我知道你早已经立定心志，你会爱震撼，接纳他的现况。我知道你有一颗坚强的决心，也看出你愿意依靠上帝的力量，无条件的来持守这份关系。这很好，概念是对的。你现在已经通过资格考咯，接下来在婚姻的生活当中，你要实际的上场，验证你自己的理论，将它化为实际的行动。未来你们两个结婚之后，都会面临大大小小李正翰、陈英如小姐结婚典礼，典礼开始。首先进场的是我们的新郎李正翰先生。正翰兄是我们未来迦南的女婿，我们拍掌来欢迎他，成为我们迦南的女婿。
欢迎她。接下来，我们的新娘银如要进场，会众请起立。新郎果然很紧张，都已经把后面的程序都已经拉到前面来了啊！他急着想要赶快把银如娶回家啊！好，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满了。让我们一起来唱圣诗315首，圣诗第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咱用台语来唱。咱就笑脸。
顺，好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一直较因带，无咱阮电拢无煞。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落为啥今世，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一直甲因带，互咱阮的拢无煞。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落为啥今世，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祈祷，那要请刘英燕牧师。我们一起来祷告，咱三甲来祈祷。天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你遮尔听阮，互阮伫聚集这个所在。阮虽然可能本来毋是亲人，总是伫这个机会，伫今仔日你所定着的日子，阮拢真做一家人。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来可能互相不认识，但因着主你的爱，让我们在这里欢聚；因着你的爱，让我们成为一家人。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呀！因为我们原来是不配的，但在你的手中，你看我们为宝贝。你带领我们走过许多不容易的日子，或许有风有浪，环境不容易，但主因着我们称你为我们天上的父，你与我们一起努力。谢谢你今天因着震撼银如在这里要跟您立下誓约，成为主你所祝福的一对新人。主，阮感谢你，因为今仔日的婚礼，你组织互阮搁一遍来体会到主你的疼，你的疼永远无改变，你的爱永远不改变。而且主，即便在将来在高山低谷的我们生命中，主你仍然牵引着我们的手，特别是这对亲人的手。主啊，你永远不放手，你也永远不放弃，这就是我们的福气。主啊，你说有福的人，主啊，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要按时结果子。阮就亲像一丛树啊，去种伫溪水的边啊，我们要按照时间要来结果子。从今仔日开始，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因为你永远两个人比一个人更好，更好。两人比一个人合作的效果更好。一个人跌倒，另外一个可以扶起他。如果孤独一个人跌倒的人，就没有人扶他。谢谢你伸手扶持在我们当中，把我们成为一个爱的家人。也愿今天的礼拜，我们的程序仰望在主你手中，成为一个馨香的记号，恩典的记号。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再来，我们请迦南赞美，我们请迦南圣歌队，他们今天要为我们献上的歌曲是一首欢喜快乐之歌。
让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的话，在传道书4章9到12节，我们一起可以来看程序单，由我来读给大家听。第9节，2个人总比1个人好，因为2个人合作效果更好。1个人跌倒，另1个人可以扶他起来。如果孤独1个人跌倒了，没有人扶他起来，他就倒霉了。2个人同睡，彼此都暖和；1个人独睡，怎能温暖呢？2个人合力可抵挡一人的袭击，单独抵挡就无把握。3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拉断的。在这个读经当中，我大胆的要用银卢式的理解来猜测他会怎么读这段经文。1个人跌倒，有人扶他，那万一银卢和正汉一起跌倒怎么办？1个人会踢被子，当银卢跟正汉睡在一起，可能会抢被子，那怎么办？但是今天经文说，3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拉断的，由正汉、银卢和上帝3个人一起来组成的绳子，是上帝所保守的。愿上帝透过这段经文祝福大家。让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歌，《2个环》是一首很甜蜜的一首歌。让我们会众，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2个环》。让我们一起用这一首歌来祝福他们2位。小小2个环，圈住震撼和一路，就从今天起，主理想合一。小小2个环，圈住震撼和一路，就在基督里，让主爱显明。再一次好吗？小小2个环，圈住震撼和一路，就从今天起，主理想合一。小小2个环，圈住震撼和一路，就在基督里，让主爱显明。爱情不是，爱情不是口里的甜蜜，爱情不求自己的欢喜，爱是接纳全部的你，爱是忘记受伤的。小小2个环，再来。小小2个环，圈住震撼和一路，就从今天起，主理想合一。小小2个环，圈住震撼和一路，就在基督里，让主爱显明。爱情不是口里的甜蜜，爱情不求自己的欢喜，爱是接纳全部的你，爱是忘记受伤的回忆。请坐。勉励，我们请本堂主任牧师尤伯牧师来勉励。大家恭喜，恁拢无反应，哪像无欢喜呢？
大家平安。平安。除了恭喜之外，最重要是平安。阿们吗？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原本是10月10号10点10分，对不对？但是很多事情并不如我们的意，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些的意外的插曲，对不对？还有一些的杂音，但是我们如何向前来迈进，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光从这个诗歌，就看到新娘有自己的执着，有自己的坚持哦。好的叫执着不好的叫什么？你们说的哈，我没有说那其实透过这个过程，我们一直在学习，咱拢在学习行动，对吧？礼拜四在排演的时候，对不对？有排演过嘛？但是排演归排演，对不对？来到前面，在走的时候，我看刚开始震撼很让雀跃不已。走到一半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表情越来越紧张，果然不错。来到前面就要马上点同行组，希望把那个正道、勉励还有证婚、接杀都把它跳过，赶快去回家。不过拜时咧摆演的时阵我有甲因有的爸爸讲，这大查某囝对吧？大查某囝我讲因如，你不要再当镇长了镇长，台语啥？店长啊，店长的后边那个弟弟妹妹都不可以嫁，不可以娶这样终于我们今天把她嫁出去了还是娶回来震撼我们把震撼赢得回来我们希望透过两家亲族的结亲两家结亲情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一对的青年成长了拜时我嘛甲咱陆丰主文人我们的陈先生，我讲结婚礼拜伫教会的结婚是啥物？唔是一个仪式唔是一个仪式，是一个礼拜。什么叫礼拜？传统的咱拢会安怎？传统的就是说娶回家，然后拜什么？祖先，对不对？谁说基督教没有？基督教的信仰就是现在你们两个在上帝的面前，然后由这个最大的祖先，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的上帝来祝福这对的新人保佑庇护，让你们婚姻的生活能够长长久久，不是能撑多久。确实，现在很多这些情况其实从刚才进来我们很多这些的鼓励，对不对？哇，大家很自动唱要进场的时候这个不长，就是大家会注视在新郎新娘，但是我看到大家很自动的拍起手来，对不对？按照那个节奏，对你来讲是鼓舞、鼓励，有时候是不是成为鼓噪？你明白吗？从周遭的声音来，可能有时候是鼓励，有时候是鼓噪。我们如何去分辨两人一定要同心很少人就是指定牧师你要讲什么有新娘不过你指定的我还是能够让你高兴但是接下来你就好好的听吧既然你要讲合一那牧师就来讲如何在合一，合你的一还是合震撼的一，这个很重要是教你的一还是教我的一？我们常常要别人合我们的一，而不是共同来成长。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今天牧师用1+1是合一吗？
还是在这样的一个结合的过程当中，是充满无限的盼望。好，所以我们我在讲题里面有用一个比较属于无限哦。那这个无限是属于盼望呢，还是属于负面的，还是属于正面的？是由你们自己来决定。还有就是，当你们没有办法的时候，上帝如何来帮助你们？这个一是合在上帝的一，我们最大生命的主的一。所以今天你们站在这边，我们用这样的基督教的仪式哦，这个礼拜，就是要告诉我们的生命的源头。哇，我们终于结婚了，我终于嫁出去了，我终于娶了老婆了。然后呢，不是今天而已，结婚不是今天，结婚是一辈子。结婚是让两个人能够长长久久，是能够共同的美好的回忆，或者是有好多这一些的悔恨好多这一些的负面在累积，看你们自己去经营。一般的这民间信仰讲爱来看会下袂安尼对不？所以爱下啥？下8字我常常告诉新人没有一个人是适合对方的，同意吗？这个合适我，到底会当知对吧？到底会当知，没有一个人是合适对方的，合适对方的好，所以我们要成为合适对方的。有啥物人下我无？你要成为合适对方比较快，阿们吗？银如，我看你没有回答。他们很用心他们在预备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原本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计划，对不对？我想这个是一个神圣的是一个盟约，是一个立约，不是一个契约，不是一个婚约，而是一个盟约。盟约表示什么？被祝福，而且是什么？是盼望很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婚约的立定，就是因为在主里面，所以才能够有这样盼望的长久。所以一加一刚才的经文我嘛真爱唱迄个双人枕头，对吧？你爱唱无？双人枕头若无啥，若无你就讲迄个过程若无彼此无温暖那我们可能有的已经曾经有这样的经历过那人生就是这样可能要面对一些的缺憾但是我们如何因为有主的同在，我们可以继续其实过去牧师娘他讲到他回去又要念我了其实冬天的时候，他的脚都会比较冷比较冷那就会很需要我。脚就要捂落来捂落来紧好烧安尼如果夏天就不喜欢我因为我是比较体温比较高了所以夏天就比较喜欢什么？较凉对不对？我想热想迄个就买。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因着我们的喜好去好不好，都是因为可能因为环境，因为我们本身会影响那透过这盟约，我们要思考，就是说，不管你的好不好，既然愿意在一起了，等一下誓约你们好好听好好的考虑。因为这个誓约要承担对方的责任，对不对？孝顺父母，陪伴，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说，常常告诉这些的青年男女，你们决定了吗？这只是一个开始往后会有很多你们要彼此承担的所以建立蒙福的家庭，就是要彼此来承担好，所以我们看到婚姻，我把它比喻成为刚开始你是在独享，有人
很喜欢骑脚踏车，对吧？啊，骑我家己唔免等啊，哦，啊，你哪无较紧的啦？啊，你哪骑遐紧啦？不一样。所以当自己自由自在的时候，好像好不错。但婚姻就好像一个协力车一样，你们两个都在上面，啊，你头前的唔搭，啊，我后边大家，啊是你后边唔搭，我头前哦，就是一直踩。但是当两个人这位搭一起骑，你会觉得很省力，同意吗？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要付出。我也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个筷子哦。我看你们外面有摆那个筷子，还有铲子，对不对？筷子代表什么？共享。我很喜欢用筷子的比喻跟大家分享。有人吃饭用一支箸的无？无嘛，除非插讲完对。但那不长。吃饭你来压低对吧？这双筷子一下去是这辣的共同肠道，筷子是共同肠道酸、甜、苦、辣。那表示说这个婚姻是你们愿意一起的时候，就是要共同来享受，还是忍受？所以我们看到爱情不是一辈子不吵架。我要问在场的特别是结婚足久的哦，咱的董事长过来要庆祝70周年是吧？董事长哩对，伫遐因哦，因拢定穿同领衫吼，那同款衫毋是同领衫，人一喙就知影讲这对翁仔某，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效法，不过就是讲，刚好拢无冤家，有无？有冤家嘛，对不？哦，但是爱情是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架还能够一辈子，同意吗？这个很棒啊！其实人讲搭嘴鼓，我称为就是有时候小声沟通，跟大声沟通。这样嘛，好，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用心制作，不管是震撼或者是银乳你们都有拿到这个小礼物，对不对？好，那我拿到了3个对，银乳就来我的办公室，然后跟我讲就是这个是他们设计，虽然上面的日期是停留在10月10号星期一。不过我要谢谢你了那因为那一天我要出去旅游，那因为你们的缺席，所以我可以很提早去旅游，这样我也谢谢你们。不过上帝真的有他的手定的日子我觉得现在他们2个人是很安全的，明白吗？因为他们2个接续确诊，所以都在那个安全的日子里面。不过你们彼此有体验过了体验过这样确诊的过程所以你们就会知道哇，彼此的这样的一个辛苦那你们用这样的一个婚礼小物，我们看到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然后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一张是什么？当靠神忍耐什么？就是爱。这是谁写的？银乳说你自己要有觉悟OK， 好，这个这是什么？刚才我念了，就是我手中这个记得你知道。夫妇很重要，是一辈子的所以不分开。这个人，我们爱因耶稣先爱我们，因神先爱我们，对不对？然后我们才能够什么？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这是谁写的？震撼。所以你们彼此都有一个想法，
但这个想法都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牧师很感动，就是说，因为有上帝的话成为你们的帮助。在你们各自坚持的时候，互不相让的时候，神的话就会进来，要彼此顺服，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彼此不是一方而已那个敏感度帮我调一下。所以我们看到，透过这个婚姻，没有一辈子不吵架，但是吵了还可以一辈子，就是因为有上帝的话在我们当中有一对老夫妇，他们在庆祝50周年这模范夫妻他们有记者在问他们，你们可以，他的敏感度太高，所以会叫，就你们结婚50周年能够长长久久的秘诀是怎么样那记者就问，老太太说，在你的眼中，你的老公一定很完美不然能够撑到现在不容易老太太说，哪有，他的缺点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那不容易的，像星星一样多，你们还可以这样的50年在一起那他总有优点吧？有啊，他的优点就像天上的太阳。几个？一个但是这样更不容易呢。只有一个优点，那么多缺点，你们可以长长久久这样的一个相处半个世纪，50年，不简单嘛我跟我孙女跟今年31年结婚31年真的也不容易我没有说什么，你们不要好，那你们可以如此这样的相爱继续相爱下去，到底是什么样的也得闭关美感伫倒位那老太太就回答说，因为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们都很聪明太阳升起的时候呈现优点，你就看不到它的缺点。我们可以看的是注视在它的优点，而不是缺点。所以如果这样，人生才能够长久，才能够更美好。所以结婚不是为了今天的仪式而已，不是为了这个典礼，然后呢而是为了一辈子。所以我们看婚姻的当中缺少不了爱，两个人合一缺少不了爱。爱就是用什么？用心去感受。我在想了很久，你的爱是感受对方的感同身受，还是你的心是在这个婚姻里面是忍受？我能够忍受多久？如果把那个心去掉的话，你觉得是什么？你的心走心了，你就是要忍受，对不对？如果你的心还在，你是享受。阿们吗？所以你的心摆在哪里，你所面对的，你所领受的就不一样。看要忍受，还是要享受？那从感受当中，你自己去想。别人做不来，只有你们两个。所以爱可以像是一般的，可以是亲情的，我喜欢；可以是我们的儿童牧区强调的阿嘎佩。什么是阿嘎佩？就是爱加倍了，从上帝来神圣的爱，人的爱有一天会怎样变心？那个爱会糟践。但是神的爱不会，神的爱从起初到现在。所以如果是没有新的爱，可能就是友谊的爱，可能是亲情的爱，但是有一天都会离开。所以今天我告诉他们，我也不会讲太久讲个几十分钟。不过在基督里面，我要告诉你们，就是合为一，是合在上帝、合在基督的爱。因如记得震撼，合在上帝的爱里的一。如果是合我的一和你的一，那很快就会吵架。
很快就会坚持不下去。所以今天牧师要跟你们来祝福，就是说让你的婚姻里面生活是有加减乘除。要加什么？你想要加什么？好，你们回去再想哈。希望你们在彼此相处的时候加一点你们的爱，加爱心。那既然你外面有那个铲子你要捡什么？你要出什么？你要捡什么？你觉得你们的婚姻，未来婚姻要减少什么？由你们自己去想，好不好？减少什么是你们婚姻的障碍？你想好，过来是什么？加减。你要乘什么？我也在讲给我们，包括我自己，还有大家听不是只有他们这一对牧师今天要讲我这对无我们一起来听。你的婚姻生活里面要乘以什么，才能让你的婚姻或是你的家庭生活更美满、更幸福？你想要乘什么？让你的信心更加倍，不管是顺境、逆境，好吧，你都可以去面对。除呢？你想要除掉什么？在你的婚姻生活，除掉你怀疑的心，因为疑惑的心最容易造成彼此之间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破裂。加减乘除，包括这些之外，你想要什么，由你们自己去经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1+1是大于还是小于，由你们自己来决定所以让你们生命倍增1+1因如恁爸爸妈妈生4个，恁要生几个？1+1生命的倍增，有你们自己的目标，对吧？我学了讲我们因为爸爸妈妈比我较好做人，因为我们只是做2个人，不过刚好他们家庭2对，2个查甫，2个查某，跟我们家是一样的我们家我一个弟弟，2个姐姐所以我们都有各自不同承担的责任。那生命的倍增需要面对好多这一些的问题，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彼此透过同心合一的祈求，神必然成就。其实圣经里面这一段话，我觉得很棒，可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所以今天我们是礼拜，对不对？礼拜是敬拜我们这位天上的父，掌管万有的资源，是不是能够为你们效力，能够为你们祝福，成为你们的资源，就看你们2个有没有你求你的，我求我的，或者是同心合一的祈求，这才是合一啊。合在神的一，神要在你们的婚姻生活未来，我知道你们未来要调整你们生活，照顾妈妈双方的父母。所以对你我，银如听得懂吗？有时候他听比较不懂台语，你知道？他现在比较训练了对你我，恁2个结婚变做啥？咱。当你们对别人讲的时候，阮安怎？但是恁2个比出来，咱做伙来安怎？又不一样了所以咱表示在合一里面你彼此的认同。所以咱若做伙同心祈求，上帝要安怎成就应许应验祝福在你们的生活当中，这才是合一。所以不是合你的一，我的一，记得
所以我们透过这段经文1+1，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除了倍增之外，你所祈求能够被成就，但是凡事不是顺我们的意，而是顺上帝的意，然后靠着他所加给你们力量，你们凡事都能。我相信你们选择这一些的经文，或者是这些话语，就是在提醒嘛。提醒你们2个，激励你们我们也看这个影片，正安也很喜欢读圣经，对不对？那我们全职同工如果来上班，每一天早上8点一定有牧者还有这些的全职同工一起在灵修，一起看迦南之声的进度这一些的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成为你们的婚姻生活的一个助力。帮助你们，所以外面有筷子，有铲子也有什么？你们摆什么？我忘记了，还有圣经呢，对不对？还有什么？我好像3样你们相片不算了，你们自己都忘了，我忘了也是理所当然不过你们自己摆，你们自己不要忘但是其他的铲子那个筷子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每一天必须的，对不对？上帝的话语也是一样筷子是为了我们生理的需要，但是话语是为了我们心理的需要。所以当你们有心理的需要被满足的时候，就会满足外在的所以弟兄姐妹，爱的盟约是神所喜悦的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的婚姻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恳求神来帮助这一对的婚姻是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的合一，建立在上帝的爱里面的合一让你们学习彼此来顺服，所以守约彼此相爱。第二个，上帝的话也告诉我们说，就好像你们所预备的，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知道人的5伦当中对不对有什么5伦？君臣、上下上司，对不对？还有呢，父子、兄弟，还有什么？夫妇，还有什么？你的子女，对不对？好。所以我常常等一下要戴戒指，我常常会分享，特别是有的人不明白为什么要戴这一个无名指，为什么？我常常会玩一个游戏这样，这不是什么要武功什么，不是有人说代表父母，父母、兄弟、儿女。那无名指代表夫妇，有一天他们成家立业，离开父母，但是不是断绝关系，是切断那个脐带关系靠爸靠妈族的关系你们自己要成为一个家庭，要彼此来依靠兄弟姐妹，你今嘛无做定定你知道那个弟弟妹妹可以你们就赶快努力吧。好吧，他们也会成家立业。那子女以后，上帝是给你们产业，他们有一天也会什么成家立业，对不对？自己的家庭那夫妻呢？这个很容易，对不对？那这个呢？无名指呢？打开我打不开，除非是怎样？有外力所以上帝所配的人不要用外力来分开，可能旁边人在鼓噪的时候不要影响到你们，好吗 ？OK， 最后一个，彼此相爱，约神的约才能够帮助人彼此有这样的一个爱对方，不管是优点缺点。既然你定义要跟他结婚了，所以你都要有关心嘛，包括他的什么好坏。你都要接纳，但是我们彼此要调整，好不好？彼此调整，彼此沟通。今天我们看到夫妇是一辈子的
目标。所以透过圣经告诉我们说，合一合在神的一，合在神的爱里面的一，然后我们彼此调整。所以人讲翁仔某斗阵到尾啊，讲恁拢有啥？共面，不是共面哦吼，共面哦，所以彼此会影响，你知道吗？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彼此然后才能够在神里面获得更丰富哦。那如果你们听见在圣经里面这样的一个教导，你们还愿意继续下去的话现在就用你们右手互相牵手，右手哪一手？好，可以哈 ，OK 这样动作好像很变所以你的手可以，对，就是什么样是你觉得比较舒适？这个时候你们生活要去调整，对不对？右手，右手，好，所以请你们注意我们要来誓约那首先要来问新郎请你注意来听，李正翰。你是否确信这个婚姻是上帝所配合？愿意承认、接纳陈银如作为你的妻子吗？你愿不愿意？我愿意。OK。你常在监狱里面有这样喊吗？对不对？OK 管理，他是管理员，好不好 ？OK。上帝使你活在世上，你当常常以温柔端正的行为来照顾、疼惜你的妻子，敬爱她，唯独与她住在一起，建立基督耶稣所赐福的家庭，并尊重她的家族作为你的家族，尽力孝敬，做你丈夫的本分到一生一世。你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你是否愿意这样遵行？你愿不愿意？我愿意。好，感谢主记得你们今天所宣告的来问新娘陈银如，你是否确信这个婚姻是上帝所配合，并愿意承认接纳李正翰作为你的丈夫吗？你愿不愿意？上帝使你活在世上，你当常常温柔端庄的行为，顺服你的丈夫，照顾他，敬爱他，疼惜他，唯独与他同住，一起建立基督耶稣所赐福的家庭，并尊重他的家族作为你的家族，尽力孝敬，尽你做妻子的本分到一生一世。你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你是否愿意如此遵行？你愿不愿意？好，我们摆手来祝福了。我来宣告，现在你们两人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已经结了这个重要的盟约。你们当时常照约彼此相待，彼此相爱，才能加添你们的福分，并使人得益处。现在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们两人证婚，结为夫妇。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愿上帝赐福保护你们，愿上帝的怜光照你们，愿上帝欢喜的怜看顾你们，赐福你们平安喜乐。阿们。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祝福这对的新人，你们稍微退后一点。这个婚戒是一个记号一个提醒，提醒他们今天在上帝跟众人面前立下这个约定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请大家为他们来祝福，你的默祷，你的祝福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小小的环要圈住震撼和引辱，在基督里彼此合一，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好多的彼此，他们要去面对，彼此承担对方家族所要面对的责任。在这个彼此当中，有时候他们可能有无力感。主啊，我求你来赐福，靠着你加给他们力量，凡事都能。在未来的婚姻生活，未来你所要赐福给他们的产业，未来他们如何去经营、去沟通、去彼此接纳、分享跟相爱，神掌管万有的天父，我求你帮助他们看见这个记号，提醒他们，也让他们时时仰望你，倚靠你，能够同行你所预备的恩典之路。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两个就彼此被套牢了哈 ，OK， 所以用你们的爱来彼此来维系，好，你可以接上。等你，那个新娘现在初吻要给你，好吧？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没金到了，我讲了没金，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没有经验，好吧？好，我们拍手来祝福他们哦。好。请你们来点，这个时候可以点了，好吧？
好，我们再次拍手来祝福他们哦。教会也会准备一个红包哈，来祝福他们。好，恭喜啊！接下来谢清恩，我们这一对新人，为了表达对他们的父母的养育之恩，他们有准备了花束，要来献给他们双方的家长。首先是来向新郎的妈妈来献上这一份花束，来表达他们对他的敬意和感谢。接下来，他们也准备了另一位花束，要来向新娘银汝的爸爸妈妈来献上这一个代表感谢的一束花。请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好，再下来有一段影片，是金发牧师跟丰荣牧师，他们要献上给这一对新人的一段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看。听到银汝要结婚，真的很震撼。所以今天是震撼跟银汝大喜之日。虽然我们不能够去到现场为你们祝福，但是今天在这里，我们要献上我们夫妻两位对你们的祝福。结婚之后呢，你们生活上可能也会充满许多的挑战期待你们能够同心同行，互相扶持，共同面对困难。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邀请耶稣基督成为你们家的之主，然后陪伴你们一起走神为你们预备的蒙福之路。所以呢，银汝，你是一个很棒的姐妹，要记得每一天要把你家收拾干净哦，因为有机会我们要去看一下。那震撼呢，虽然我们还不认识你，但知道你是上帝为银汝预备最好的伴侣，因此我们还会继续为你们祷告，让你们每天要两个人一起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你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上帝也永远成为你们家中的主，带你们一生成为蒙福的家。你们要幸福哦，要快乐哦。好，我们谢谢这对我们牧师这个献上的祝福。再下来，我们银汝所属的那个小组，执事状的小组，要为他们献上一首祝歌。这一首歌是很长，歌词很长，可是很好听的一首歌。你是为了接受主爱所拣选的人。
很好听的一首歌。刚刚我们在唱的时候，那个新郎我很想把麦克风拿给他，因为他也在唱。好，那再下来呢，我们来请陈学仪弟兄来为我们讲谢词。学仪兄是银如的哥哥来。今天是我的妹妹银如和郑汉的大喜日，跟我们家一样，带着嫁妹妹、嫁女儿的心情前来参与，很开心郑汉成为我们的一家人。谢谢筹办的每一位服侍同工，谢谢我们的尤伯宏牧师，也谢谢我们的刘义业牧师、黄世倩牧师、林金法牧师夫妇、陈如山长老、陈淑清长老、迦南圣歌队，谢谢你们。直子壮社青小组以及这次婚礼小组的这个团队，嘉生弟兄、张玉主任、分享长老、立煌弟兄、怡韵姐妹等等，这个在座有银如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同事，以及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志工们，社区据点以及松年大学上课的同学们，社区朋友，谢谢你们平常对银如的照顾。还有郑汉的家人以及银如的这个舅舅阿姨们，谢谢你们特地拨空前来参加这个典礼。还有隔离中正在家里看直播的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热忱参与以及满满的祝福，谢谢大家。好，我有几件事情来报告。那喜家很体贴我们，除了刚刚的小礼物之外，等一下会后呢，他在我们的你们贵宾如果有人停车、骑车或者是开车，有在中华路左边我们门口出去左手边2个停车场，如果你们有停车在那边，你们可以等一下到1楼的地方，我们有我们的同工会为你们在那个那个停车单上面帮你们盖章，那你们就可以直接离开啊。我们新人会帮我们来做付费，然后再来呢，等一下会后照相完之后呢，2位新人有在1楼为我们准备简单的茶点。那麻烦等一下我们请那个田处仪长老帮我们做祝福的祷告之后，我们再一起来享用。那等一下会后我们最后祝祷完之后，我们会一起合影。那合影的次序是第一个是教会的牧长。第二是迦南教会所有我们的在座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会友，然后再来是男方的亲友，第4是女方的亲友，最后才是个人的合照。好，那麻烦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祝福的诗《恩典之路》，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献上这一首《恩典之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
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着人生，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着人生路，你爱你手，你爱你手牵引我走着人生路。我们一起来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你完全的爱来充满，特别是在震撼、银如他们两个人双方的亲族，以及他们未来所建立的家庭跟产业。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的爱包围他们，成为他们盾牌，能够抵挡各样的环境。主圣灵赐给他们足够的信心，靠着你加给他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够去面对他们生活当中，不管是顺境逆境所发生的事情，也让他们彼此相爱，爱对方的亲族，尽力孝敬，让他们彰显上帝你的爱荣耀的见证，成为众人赐福的管道，也让双方的家族因为看见他们彼此相爱，能够让上帝的爱和恩典也充满在他们身上，赐福我们众人，让我们的家庭充满神你的同在，上帝你的爱充满，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达利，我们现在请会众先坐。好，会众请坐。好，我们现在来打理，我们来请我们向新人这对新人，我们来向我们的证婚人游牧师来行鞠躬礼，一鞠躬，请向后转。我们向所有在座的会众、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行鞠躬礼，一鞠躬。新郎新娘退场，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欢送他们，让他们继续走在神的恩典的道路之上。谢谢在座的各位，然后我们现在一起来合照啊。那请等一下，我们先把这边前面来移动一下，然后我们搬个2张椅子。新郎新娘可以赶快先进来啊。然后我们有现场有人帮忙一下吗？我们来。